國家統計局今天20日發佈數據，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1015036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增長 5.2%。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58061億元，同比增長 3.8%。第二產業增加值364020億元，增長 4.9%。第三產業增加值592,955億元，增長 5.4%。分季度看，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5.4%， 二季度增長 5.2%， 三季度增長 4.8%。從環比看，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1.11%， 農業生產形勢較好，畜牧業平穩增長。前三季度，農業、種植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3.6%。全國夏糧早稻產量合計17825萬噸，比上年增加19萬噸，增長 0.1%。秋糧生產總體穩定，全年糧食有望再獲豐收。前三季度，豬牛羊禽肉產量7312萬噸，同比增長 3.8%， 其中豬肉、牛肉、禽肉產量分別增長 3.0%、3.3%、7.2%， 羊肉產量下降 4.3%， 牛奶產量增長 0.7%， 禽蛋產量增長 0.2%。三季度末，生豬存欄43680萬頭，同比增長 2.3%。前三季度，生豬出欄52992萬頭，增長 1.8%。二、工業生產較快增長，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增勢較好。前三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6.2%。分三大門類看，採礦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5.8%， 製造業增長 6.8%， 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增長 2.0%， 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9.7%， 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長 9.6%， 增速分別快於全部規模以上工業 3.5 和 3.4個百分點。分經濟類型看，國有控股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4.6%， 股份制企業增長 6.7%， 外商及港澳台投資企業增長 4.1%， 私營企業增長 6.1%。分產品看， 3D 打印設備、工業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產品產量同比分別增長 40.5%、29.8%、29.7%。9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6.5%， 環比增長 0.64%。9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 49.8， 比上月上升 0.4個百分點。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為 54.1， 上升 0.4個百分點。1到8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 46,930 億元，同比增長 0.9%。3. 服務業平穩增長，現代服務業發展良好。前三季度，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5.4%， 其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增加值分別增長 11.2%、9.2%、5.8%、5.6%。9月份，全國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 5.6%， 其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生產指數分別增長 12.8%、8.7%、7.8%、5.7%。1到8月份，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 7.7%。9月份，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0.1，
服務業業務活動預期指數為 56.3%， 其中郵政、電信廣播電視及衛星傳輸服務、貨幣金融服務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位於 60.0 以上高位景氣區間。4. 市場銷售穩步增長，服務零售增長較快。前三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65877億元，同比增長 4.5%。按經營單位所在地分，城鎮消費品零售額316838億元，同比增長 4.4%。鄉村消費品零售額49039億元，增長 4.6%。按消費類型分，商品零售額324888億元，增長 4.6%。餐飲收入40989億元，增長 3.3%。基本生活類和部分升級類商品銷售增勢較好，限額以上單位糧油食品類、體育娛樂用品類、金銀珠寶類商品零售額分別增長 10.4%、19.6%、11.5%。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持續顯效，限額以上單位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家具類、通訊器材類、文化辦公用品類商品零售額分別增長 25.3%、21.3%、20.5%、19.9%。全國網上零售額112830億元，同比增長 9.8%。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91528億元，增長 6.5%， 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 25.0%。9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 3.0%， 環比下降 0.18%。前三季度，服務零售額同比增長 5.2%， 其中，文體休閒服務類、通訊信息服務類、旅遊諮詢租賃服務類、交通出行服務類零售額較快增長。5. 固定資產投資穩中有降，製造業投資較快增長。前三季度，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371535億元，同比下降 0.5%。扣除房地產開發投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3.0%。分領域看，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長 1.1%， 製造業投資增長 4.0%， 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 13.9%。全國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65,835萬平方米，同比下降 5.5%。新建商品房銷售額63,040億元，下降 7.9%。分產業看，第一產業投資同比增長 4.6%， 第二產業投資增長 6.3%， 第三產業投資下降 4.3%。民間投資同比下降 3.1%， 扣除房地產開發投資，民間投資增長 2.1%。高技術產業中，信息服務業、航空、航天器及設備製造業、計算機及辦公設備製造業投資同比分別增長 33.1%、20.6%、7.4%。9月份，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環比下降 0.07%。6. 貨物進出口持續增長，貿易結構繼續優化。前三季度，貨物進出口總額336078億元，同比增長 4.0%。其中，出口199450億元，增長 7.1%；進口136629億元，下降 0.2%。民營企業進出口增長 7.8%， 佔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 57.0%， 比上年同期提高 2.0個百分點。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增長 6.2%， 機電產品出口增長 9.6%， 佔出口總額的比重為 60.5%。9月份，進出口總額40436億元，同比增長 8.0%。其中，
出口23,445億元，增長 8.4%， 進口16,991億元，增長 7.5%。7. 核心 CPI 連續回升，工業生產者價格降幅收窄。前三季度全國居民消費價格 CPI 同比下降 0.1%。分類別看，食品煙酒價格下降 0.8%， 衣着價格上漲 1.5%， 居住價格上漲 0.1%， 生活用品及服務價格上漲 0.6%， 交通通訊價格下降 2.8%， 教育文化娛樂價格上漲 0.8%， 醫療保健價格上漲 0.5%， 其他用品及服務價格上漲 7.4%。在食品煙酒價格中，鮮菜價格下降 7.9%， 豬肉價格下降 2.9%， 糧食價格下降 1.2%， 鮮果價格上漲 1.2%。9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 0.3%， 環比上漲 0.1%。前三季度，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後的核心 CPI 同比上漲 0.6%， 漲幅比上半年擴大 0.2個百分點。其中，9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漲 1.0%， 比上月擴大 0.1個百分點。前三季度，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 2.8%， 其中9月份同比下降 2.3%， 降幅比上月收窄 0.6個百分點，環比持平。前三季度，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下降 3.2%， 其中9月份同比下降 3.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9個百分點，環比上漲 0.1%。8. 就業形勢總體穩定，城鎮調查失業率下降。前三季度，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 5.2%。9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2%， 比上月下降 0.1個百分點。本地戶籍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為 5.3%， 外來戶籍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為 4.9%， 其中外來農業戶籍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為 4.7%。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2%， 比上月下降 0.1個百分點。全國企業就業人員週平均工作時間為 48.6 小時。三季度末，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總量 19,187 萬人，同比增長 0.9%。9. 居民收入平穩增長，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快於城鎮居民。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509 元，同比名義增長 5.1%， 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5.2%。按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991 元，同比名義增長 4.4%， 實際增長 4.5%。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686 元，同比名義增長 5.7%， 實際增長 6.0%。從收入來源看，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經營淨收入、財產淨收入、轉移淨收入分別名義增長 5.4%、5.3%、1.7%、5.3%。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 27,149 元，同比名義增長 4.5%。總的來看，前三季度穩就業穩經濟政策舉措接續發力，主要宏觀指標總體平穩，經濟運行保持穩中有進態勢，高質量發展取得積極成效。也要看到，當前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風險挑戰，外部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較多，國內經濟回升向好基礎仍需加力鞏固。下階段，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推動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落地增效，着力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
紮實推動高質量發展，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2025年10月15日，柬埔寨金邊，一名男子走過太子集團旗下的太子國際廣場。美國司法部近日起訴太子集團董事長陳志，指其在柬埔寨經營監獄工廠，非法獲利數十億美元，並表示太子集團是亞洲最大跨國犯罪組織之一。大陸政治，太子集團黑幕，前特工揭中共海外諜報網內情。更新2025年10月20日凌晨1點30分，大紀元2025年10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李靜、諾亞採訪報道。美國司法部的一紙起訴書撕開了一個龐大犯罪網絡的面紗。被控人陳志領導的太子集團表面是商業帝國，暗地裏卻成為中共海外秘密行動的重要代理人。中國前特工 Eric 的爆料進一步揭示了這一黑幕，在以商養情的名義下，太子集團如何為中共跨國鎮壓和秘密勾當提供隱蔽支持。美司法部起訴掀開商業外殼犯罪帝國浮出水面。美國司法部日前正式起訴陳志，指控其領導的國際犯罪網絡涉及人口販運、強迫勞動和加密貨幣詐騙等重罪。令人震驚的是，該網絡掌控的比特幣資產已被沒收，總值高達150億美元，日均詐騙收入甚至達到3000萬美元。然而，這份起訴書只揭露了問題的冰山一角，隱藏在太子集團商業外殼背後的真相遠比一個國際詐騙團夥複雜得多。它是中共海外諜報系統的關鍵工具，為跨國鎮壓和秘密行動提供資金和後勤支持。38歲的陳志履歷複雜，擁有中國、柬埔寨等多國國籍。他原籍福建，後入籍柬埔寨，甚至獲得了公爵頭銜。根據美國起訴文件，陳志年僅24歲就進入柬埔寨房地產市場，其事業的迅速擴張背後，是中共公安部和國安部的有力支持。2020年7月，陳志獲得柬埔寨政府授予的奧克納勳銜 Nick Opener， 這是對做出重大貢獻者的最高榮譽。隨後，他被任命為時任首相洪森的正式顧問，並在新政府中繼續擔任要職。這些官方身份嘅為他提供了政治保護傘，也成為其隱蔽身份的完美掩護。前特工爆料，陳志與中共安全部門的秘密往來。10月18日，中國前特工 Eric 在 X 平台公開披露了太子集團董事長陳志與中共國安、公安系統的高官密切聯繫，並證實長期從事電信詐騙與奴役勞工的太子集團非是中共打擊的對象，而是深度共謀夥伴。Eric 親眼目睹北京和重慶的政保高官曾在陳志位於柬埔寨的私人會所雲軒閣舉行秘密會議。這些官員在此策劃對即將被誘捕的流氓漫畫家變態辣椒王立銘捏造罪名，全程由太子集團提供車接車送及接待服務。Eric 詳細描述了會所內的場景。金色沙發墊、高級茶具、長方形魚缸、心腹財宿在一樓管帳。他甚至親眼看到陳志以討好的姿態向其老上級龍哥求情，希望中共公安部為其事務通融。此外， Eric 透露一樁離奇事件，太子集團員工內部盜竊，涉款數十萬泰銖。公司主管惶恐不安，懇求 Eric 勿向上級領導龍哥透露。
Eric 困惑不解，這筆錢與秘密警察有啥關係？上報後，龍哥竟高度重視，並承諾立即調查，讓 Eric 深感此事不簡單。此案凸顯太子集團與中共國安系統的密切聯繫。Eric 表示，他掌握的證據材料充分可靠，包括銀行轉賬單據、招聘表格、租房合同等，部分已匿名公開。這些證據足以證明其爆料的真實性。太子集團詐騙機制規模驚人，監獄工廠被曝光。與此同時，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文件撕開了太子集團的華麗面紗。表面上，他在30多個國家擁有數十個商業實體，涉及房地產、金融、消費服務等多個領域。但根據起訴書，太子集團在柬埔寨多地建立了至少10個設施，關押住數百名被誘騙或販運來的勞工。這些設施被高牆和鐵絲網層層包圍，受害人被沒收護照，被限制人身自由，遭受暴力威脅。他們被強制從事加密貨幣投資詐騙活動，是名副其實的現代奴隸。陳志本人親自監督這些設施的日常運作，對反抗的工人毫不留情。根據起訴書，他的指示是可以打，但不能打死。犯罪的規模令人震驚，僅2個設施就擁有1250部手機，控制76000個社交媒體賬戶。通過這些虛假賬號，詐騙團夥與全球受害者建立虛假信任關係，誘使他們進行巨額投資。詐騙團夥已竊取了12萬枚比特幣，按目前價格計算價值150億美元，以雙養情，中共海外情報系統的隱蔽支持網絡。Eric 揭示了太子集團與中共特務系統的真實關係。他告訴大紀元，太子集團是中共政府在柬埔寨乃至整個東南亞開展秘密勾當最重要的代理人之一，其角色遠超一般商業企業。太子集團為中共海外行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從資金、人力到運輸工具，無所不包。陳志的企業本質上成為了中共特務系統的資金庫和後勤基地。Eric 對大紀元表示，中共情報系統一向奉行以雙養情、雙情雙贏的原則，即中共軍方對東南以及南方沿海情報口的部分指導原則，用商業活動來資助和掩護情報工作。太子集團的存在，本質上就是為了通過商業外殼為中共秘密行動提供資金和人力支撐。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海外行動並非由中央統一實施，而是分散到各省級部門。各省國安機構在海外擁有相對自主的活動權限，形成了一種誰有條件誰負責的競爭態勢。成功者獲得晉升和獎勵，這種分布式的權力結構使得跨國鎮壓活動難以被國際社會追蹤和制止。據太子集團官網消息，2021年9月，柬埔寨總理洪森的顧問、太子集團主席陳志公爵向老撾捐贈20萬劑中國生產的科興疫苗，同時向老撾政府捐贈了100萬美元。這是陳志跟隨洪森出訪老撾時對老撾的援助。中共統戰部門在海外的代理人網絡，美國財政部的最新制裁文件將陳志與澳門黑幫頭目尹國區綽號崩牙區直接聯繫起來。尹國區是現代鴻門會的負責人，
美國官員明確指出該組織與中共統戰部存在直接關聯。尹國駒還是緬北電信詐騙集團 KK 園區的大股東 ，KK 正是其名字的拼音首字母，這並非巧合，而是一個身份標籤。美國政府在2020年已根據行政命令對他實施制裁，理由是在東南亞傳播犯罪和腐敗。太子集團旗下的空殼公司 Grand Legend 與柏勞有組織犯罪助手黃國丹 Rose Wang 合作，共同獲取柏勞因格貝拉斯島長達99年的地契。黃國丹擔任柏勞華僑聯合會副主席，美方認定該聯合會是中共進行非正式外交活動的機構。2018年，黃國丹曾將尹國駒介紹給柏勞時任總統，協助其申請賭場牌照。這一系列操作表明，太子集團通過與黑幫頭目和統戰機構的合作，在海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權力網絡，最終指向中共的統戰部門。太子集團複雜的洗錢手段，陳志對外國官員系統性賄賂。陳志及其同夥採用複雜的洗錢手段來掩蓋犯罪所得。他們通過太子集團旗下的在線賭博和加密貨幣挖礦業務清洗黑錢，運用多種技術將巨量加密貨幣分散再合併。最後將部分資金兌換成現金存入銀行賬戶。美國執法部門通過追蹤鏈上數據，最終關聯到陳志的加密貨幣錢包。由於陳志生成密碼時使用了存在規律的偽隨機數，美國執法部門通過暴力破解成功獲得了錢包訪問權限。在2024年6月至7月期間，美國政府完成了規模空前的行動，將錢包內價值150億美元的比特幣全部轉移至美政府控制的賬戶。沒收前，陳志早已開始揮霍犯罪所得，遊艇、私人飛機、名錶、藝術品，包括畢加索畫作都成為其收藏品。英國政府凍結的太子集團倫敦房產中，一棟辦公樓價值近1億英鎊。更為關鍵的是，陳志通過系統性賄賂柬埔寨官員來確保其非法活動不受干預。為了防止違法活動遭到警方查處，他維持了一份精確的賄賂賬冊，詳細記錄了對公職人員的每一筆支付。2019年，他的同夥曾為一名外國高級官員購買價值超過300萬美元的物品。到2023年，陳志甚至指揮柬埔寨警方為太子集團向其他企業進行勒索。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陳志及其同夥利用政治影響力使詐騙活動長期規避多國執法部門的干預。太子集團高層能夠提前獲取情報，掌握針對詐騙設施的執法行動，從而及時撤離或隱匿證據。這種預警機制的存在充分說明，其保護網絡已經延伸到最高的安全部門。專家追問中共權力責任。中國問題專家張天亮在天亮時分節目中深入分析起訴文件後指出，雖然沒有直接證據顯示太子集團與習近平本人有直接聯繫，但在陳志事業快速擴張的過程中，其與中共公安部、國安部的密切關聯清晰可見。張天亮指出，在集權體制下，權力掌握者必須為其管轄範圍內的事件負責。陳志與中共高層的關聯，必然對應權力體系中的特定層級。該層級應當對其轄下發生的犯罪承擔相應責任。
陳志目前已經逃亡，美國已凍結其在倫敦的房產，並對與他相關的6個人和6家企業實施了制裁。如果所有指控成立，陳志將面臨長達40年的刑事判決。責任編輯：高靜。